来新闻的头一条，来看这个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泰，因为卡到案件，防收押114天。台北地方法院裁定以3000万来交保。民众党是4个起总钱，8点钟后装着交保金，到台湾银行来点钱，由黄国昌的太太去办理交保，完成着手续了后，郭文泰伫中昼顺利来交保。 现金真正地放伫拿底，台银的人员一直咧拆封条来伫清点，这个钱就是要救郭文泰的钱。以后北院裁定3000万交保，各路人马赶紧装钱，总算伫早起11点外，将保释金拢装齐。 3000万的交保金不是小数目，法院会考虑犯罪严重的程度、所得的数额造成影响，甲被告裁定状况来决定金额。正拄好北院宣布交保金的时间是透早，银行也未开门，嘛或者个郭文泰有搁较侪时间来装钱。交保金额是不是筹措的很困难？交保金额从哪里筹来的？ 法院伫昨开接押庭，今日透早3点15分宣布郭文泰3000万交保。 前后差不多8点钟，总算装着交保金，伫北院摕到缴款单，同一个时间3000万马上到位，台银的人员开始算钱。12点01分完成清点，摕到国库存款的收款收据，就当到北院将阿伯带回去。他刚刚讲的是说钱快到了就可以领单过去，对，所以会有一点讯息差。那我们好不容易拿到单子了，大家就很兴奋的先送过去，这样就只差那单子，所以我们刚刚就觉得很紧张。 郭文泰交保是由黄国昌的太太做保证人，甲时间的比赛，要赶紧完成手续，好超过3个月无回去的郭文泰会当赶紧回去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